香港政府都係比較 harsh 嘅，我哋係，因為我哋係都係全世界一個最高效嘅政府，應該排頭1、2名啦。所以你都唔好期望喺度可以係揸流灘，可以喺度係好悠閒咁過日子。CT Good Jobs 2026年第一季薪酬及求職趨勢調查結果出爐啦，焦點除咗落喺基層員工同管理層嘅月入中位數上，最多人留意嘅就係最受歡迎企業或機構結果。政府接近20%，壓倒性得票率排第一。究竟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呢？我哋邀請到勞福局副局長何啟明一齊解構分析原因。我諗呢個都係反映咗市面上而家大家可能轉型緊，政府相對係一個穩定啲嘅一個機構，可能出面就可能商業社會就可能會轉型，又可能有啲去裁員啊之類。雖然人工係相對係唔錯嘅，肯定係，但係咧我哋對於市民個服務嘅心咧，呢個係要有呢個喺度，就唔係做好自己本職就算數。我諗呢個唔係呢個世代嘅公職人員嘅要求嚟，所以你都唔好期望喺度可以係揸流灘，可以喺度係好悠閒咁過日子。入去政府我哋都係第一就係要有個心去幫市民咧，都呢個肯定係需要嘅。第二就係我哋咁呢啲新嘅技能都要希望你帶埋入嚟政府，我哋都係需要學多啲新嘅嘢。所以我哋唔同嘅部門都可以開始 revamp 緊我哋嘅系統，我哋都需要啲有技術嘅專才咧幫手入嚟去做，真係有條件符合嘅，我都歡迎大家去加入政府呢個團隊咧，幫助到成個香港社會去做得更加好一啲。新一代嘅大學畢業生咧，佢哋出嚟，可能佢哋會係面對更加強嘅一個挑戰。但係去到呢個世代咧，我哋係香港需要發展有更加多人才嚟呢度，因為我哋需要一個更加強嘅香港咧，去為香港呢個經濟發展帶嚟呢個動能。呢個學系出嚟嘅同學咧，佢哋都要第一要做好自己嘅專業啦，呢個係必須。第二就係一個佢對於係新嘅工具嘅運用咧，佢哋要係認識嘅，同埋咧要知道自己個行業發展成點咧，佢哋要知道。我哋都喺度諗緊點樣可以俾到一啲咁嘅機會俾我哋啲新嘅同學仔，大家唔使灰心嘅，無論你係醫生或者法律師都好咧，都係一樣要去面對呢種挑戰，調整好自己心態咧，去出嚟去面對呢個職場咧，我諗呢個係需要。想知勞福局副局長仲有咩同大家講？即刻 click 入內文了解更多啦！